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，使人無不平之嘆；身後的惠澤要留得久，使人有不貴之思。徑路窄處，留一步與人行；滋味濃處，減三分讓人嘗。此是攝世一極安樂法。節義之人制以和衷，才不啟紛爭之路；功名之士誠以謙德，方不開嫉妒之門。圓明美節，不宜獨任，分些與人，可以遠害全身；欲行污名，不宜全推，引些歸己，可以韜光養德。事事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，變造物不能忌我，鬼神不能損我。若業必求滿，功必求盈者，不生內變，必照外憂。爵位不宜太盛，太盛則危；能事不宜進筆，進筆則衰；行而不宜過高，過高則謗輕而毀來。好動者雲電風燈，肆直者死灰槁木。雖定雲止水中，有鳥飛如若氣象，才是有道的心體。處世不必邀功，無過便是功；與人不求感得，無怨便是德。憂勤是美德，太苦則無以息性而情；淡泊是高峰，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。利欲未盡害心，意見乃害心之茅賊；聲色未必障道，聰明乃障道之凡平。人情反覆，世路崎嶇，行不去處，須知退一步之法；行得去處，務加讓三分之功。念頭濃者，自待厚，待人亦厚，處處皆濃；念頭淡者，自待薄，待人亦薄，事事皆淡。故君子居常侍好，不可太濃豔，亦不宜太枯寂。立身不高一步立，如塵裏振衣，泥中作竹，如何超達；處世不退一步處，如飛蛾投竹，低揚竹帆，如何安樂？處治世而荒，處亂世當元；處縮貴之世當方圓聘用。待善人而寬，待惡人當嚴；待容眾之人而寬嚴互傳。其氣以滿腹，樸悶以空存。故君子寧居無不居有，寧處決不處圓。福不可邀，養起神，以為造福之本而已；禍不可避，去殺機，以為遠禍之方而已。地之謂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無魚。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，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。清能有容，人能善斷，名不相擦，直不過矯，是謂蜜餞不甜，海味不鹹，才是義德。淡薄之事必為濃豔者所宜，儉惜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。君子處此，故不可稍變其粗理，亦不可露其鋒芒。爽口之味，皆爛腸腐骨之藥；五分辨無殃，快心之事，惜敗身喪德之媒；五分辨無悔，不責人小過，不發人陰私，不念人舊惡。三者可以養德，亦可以遠害。曲意而使人喜，不若直弓而使人忌；無善而致人譽，不若無惡而致人毀。藏巧於拙，用晦而明，寓清於俗，以屈為伸。真攝世之一弧，藏身之三窟也。經其起義者，無遠大之識；苦節獨行者，非恆久之操。各人之責，不形於言；受人之侮，不動於色。此中有無窮意味，亦有無窮受用。有言必有醜為之對，我不誇言，誰能醜我？有潔必有污為之仇，我不好潔，誰能污我？功過不宜小混，混則人懷墮揮之心；恩仇不可太明，明則人起愧意之志。鋤奸盜行，要放他一條去路。若使之一無所容，譬如塞鼠穴者，一切去路都塞盡，則一切好物俱咬破矣。當與人同過，不當與人同功；同功則相忌，可與人共患難，不可與人共安樂；安樂則相仇。反己者，觸事皆成若石；由人者，動念即是戈矛。一以闢眾善之路，一以盡諸惡之源，相去蕭壤矣。遠望之切，
熊則理其中，螳螂之貪，雀又成其後。機裏藏機，變外生變，自考何足此哉？作人無點真狠念頭，變成個花子，事事皆虛，攝世無斷圓活機趣，便是個目人，處處有礙。謝氏當謝於正盛之時，居身而居於獨厚之地。念頭寬厚的，如春風許育，萬物遭之而生；念頭忌黑的，如朔雪陰凝，萬物遭之而死。因而自淡而濃，先濃後淡者，人忘其位；威而自嚴而寬，先寬後嚴者，人怨其酷。是君子處權門要露，操理要嚴明，心氣要和義，無小隨而近升仙之黨，亦無過激而犯風豢之毒。陰謀怪雜，意行其能，俱是攝世的禍胎。只一個容得容行，便可以圓混沌而招和平。處世不宜與俗同，亦不宜與俗異；作事不宜令人厭，亦不宜令人喜。應立如睡，苦行似病，正是他霍人世人手段處。故君子要聰明不露，才華不逞，才有肩雄任巨的力量。士大夫居官，不可干獨無節，要使人難見，以道行端；居鄉不可崖岸太高，要使人易見，以敦就好。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，一言而傷天地之和，一事而讓子孫之禍者，最宜切戒。大人不可不畏，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；小民亦不可不畏，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。居刑滿者，如水之將日未日，切忌再加一滴；處危急者，如木之將節未節，切忌再加一溺。進步處便思退步，庶免觸凡之禍；着手時先圖放手，才脫其苦之危。爭先的徑路窄，退後一步，自寬平一步；濃艷的滋味短，清淡一分，自悠長一分。真空不空，執相非真，破相亦非真。問世尊如何發富？在世出世，殉欲是苦，絕欲亦是苦。聽吳柴擅自修辭。白氏云：不如放身心，冥然任天造；邵氏云：不如修身心，仍然歸寂定。放者流為猖狂，修者人於枯寂。為善操身心者，把柄在手，收放自如。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醉，始終大有佳趣。若自爛漫無途，變成惡境矣。理刑滿者，而思之。處世讓一步為高，退步即進步的章本。待人寬一分是福，利人實利己的根基。遇病而後思強之為寶，處亂而後思平之為福。非早治也，幸福而先知其為禍之本，貪生而先知其為死之因，其卓見夫。